甲无常心，那么咧自性敢有差别？分道甲偏道的自性敢有差别？敢有？无啦，无分哦，身躯有分尔，灵性无分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拢是佛性，拢是佛性。所以讲咧，顿悟自心，除了身躯。所以当下咧，即个五祖传落六祖了后，伊毋是讲好奇自性，本自清净，好奇自性，本不动摇，好奇自性，灵性万法，好奇自性，本不动摇，好奇自性。为什么伊当下伊有法度通体会到？因为伊去达到明心见性自性，它是不生不灭。它是如如不动的。只是要用的时阵，降离随通，无了后就是为了着伊的前体。无像咱，咱这毋是啊，咱的心已经毋是迄个佛心，毋是直心，因为咱是人心。所以人心可善可恶，因为咱人已经是色心，所以讲咧，咱会有人心，有善甲恶。如果若是已经达到迄时，唯有咧就是干那顺风无限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咧，咱一定爱去家己了解，咱今日会当得到了顿悟法门咧，会当直了成佛。那么这个法门不以法门，它是绝对，所以是不二。那是二元对立，就是有消长之敌。它就是有对待，对待就不是真理，对待就是真理啊！所以真理一条尔，道理百条。所以讲咧，伫真理内底，它就是不二法门。那么人性伫咱的自性伫咱的自心当中，唯有伊嘛干那一空，人讲一空上好空。所以受名师一指，无非就是互咱知影灵性的出入，这叫做正阳门，叫做不二门，叫做不。